其實咧喺最近呢段時間咧，即係一路陸續有唔同嘅壞消息啦。咁不論係機構或者學校要去公佈呢個壞消息嘅時候，其實都要格外小心嘅。咁首先咧，我會建議咧必須要尊重翻罹難者家屬嘅意願，因為有啲時候咧，可能佢哋嘅家屬係唔想將呢個消息公告，又或者想將呢個消息係限制性咁樣公告。咁所以當機構或者學校咧去公告呢個消息嘅時候咧，要特別留意咧，即係一啲嘅罹難者嘅資料，特別係一啲姓名啊、個人資料啊、相片，又或者佢喺機構同埋喺學校佢擔任嘅一啲職位同埋年級咧，我哋都要特別小心，因為咧有時候呢啲消息咧廣傳咗開去咧，可能有一啲唔認識罹難者嘅人都會知道，咁就非常之影響家屬嘅私隱，亦都可能有一啲過分嘅關心咧，會令到家屬感到有壓力嘅。咁所以咧喺機構去公告呢啲消息嘅時候，必須要得到家屬嘅意願同埋同意。第二咧就係喺公告呢啲消息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都要顧及咧其他嘅同事咯、同學啦嗰個嘅感受，亦都要關注到佢哋嘅心理狀況係咪已經係適合去接受呢一個壞消息。如果唔肯定的話咧，其實都會建議咧喺公告呢個壞消息嘅期間係提供足夠嘅心理支援，不論咧係透過一啲嘅心理解説會啦，又或者係心理支援嘅熱線啦，又或者係一啲嘅輔導嘅服務，去提供一啲嘅支援同埋協助，俾一啲可能收到壞消息之後情緒容易激動，又或者係不穩定嘅一啲同事同同學去接受到呢一個嘅心理嘅支援，等佢哋可以過渡到呢個哀傷。